有啲伙計咧就喺冬節時間咧就瞓覺，咁可能俾啲居民或者住客就影咗相，跟住咧就擺上去群組啊，就公審呢個伙計。咁喺群組入邊咧，我又見到兩面睇嘅，有啲話喂，唔應該公審個伙計，因為始終都話人有時都會涉及私隱問題啊，有時有可能自己私人原因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咁另一方面嗰啲人咧就話：我請你翻嚟做嘢，唔係請你翻嚟瞓覺，所以咧應該要將佢呢啲擺上群組度公審呢啲伙計。咁如果你係居民啊，即係你係保安行業，大家有咩意見咧？歡迎大家留言。一、贊成擺上群組度；二、反對擺上群組度；三就冇意見。咁如果我哋自己咧，我身為保安員咧，其實我哋係當值期間咧，任何時間都唔應該瞓覺，因為業主請你翻嚟係做嘢，唔係請你翻嚟瞓覺。所以咧，你任何情況之下你瞓覺咧，亦都係犯法。唔應該。如果你真係唔舒服嘅，你應該請假，唔係工作期間瞓覺。所以咧，我歡迎大家留言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我會將有關題目咧繼續拍攝，有